带去读唐诗。桃源行，作者王维。渔舟渡水爱山村，两岸桃花皆可认。坐看红丝不知远行，尽清溪不见人。山口禅行树为卧，山开空望悬并落。遥看一处转魂书，君入千家散花竹。小客初团汉姓名，个人理解情义福。个人强士武陵源，还将物外起电源。我名上下房龙静，日出云中基片宣。经文俗客请来接，景印还家文都入。平明路巷锁花开，薄暮渔樵成水日。初因辟地客人间，及至成仙虽不还。甲你随地有人事，世中遥望空魂山。不疑灵境难闻见，定心离亲思乡关。出动无论隔山水，持家庄营中游烟。自为经过旧不明，安知鸿福今来变。当时此地入山心，清溪几度多分林。春来片是桃花水，不辨仙缘何处寻？感慨诗呢，按开始就展现渔舟渡水生动的画面。远山近水，红树青溪，搭配一条的边舟，铺陈顺然的景色甲涌人的意象，塑造诗篇优美的境界。搁在巧妙引导读者呢向前来推进。山口山开这两句，讲出了渔夫弃舟定岸，赫然发现别有洞天的世外桃源。暗香教君，魂秋花蝶相生相应，透出了平和恬静、欣欣向荣的生机。招客初团汉姓名，既然理解情义福，点出了渔夫看见了桃源中的居民所穿的青纱呢，甲家己明显的无同。真亲像几百年前清朝的服饰，个人强士武陵源，接落去的12句呢，连续展开一幕一幕生活起居的画面。桃园中的夜景，月光沉寂静谧，透早阳光粉彩，街明告背，人来人往，充满生机。暗时是静态，早间是动态，两百个画面各具特色。行文这句呢，就是渔夫这类不俗之气来串入，使居民大感意外。一连串的动词，景、情、集、境，将居民信息的动态刻画得活灵活现，佮在表现出居民淳朴热情，甲对故土的关怀。最后8句呢，节奏加快，要紧紧的扣诉人心理的变化，将渔夫离开桃源，怀念桃源，再找桃源，片找未着，着急失望，情景事全部融合在一片。由开头的未迷路，偶然间迷路中发现到桃源地，结尾呢，就是有意无要迷路，反倒当然是迷中失志，一种头尾连贯、前后效应，确确实实令人拍手喝彩。春来本是桃花水，不辨仙缘何处寻？诗笔飘飘，意境朦朦，互人留下无穷的回味。读诗的囡仔白学歹，
有气质，够文采，读书快乐哦。